Hello，各位觀眾，好耐冇見啦！我幾個月冇拍片啦，咁係因為過去幾個月發生好多事，咁今日6月1號，我想同大家講我會加油㗎啦，之後會拍多啲片㗎。咁其實點解會攬住 Lenny 咧？因為最主要係想講喺3月份嘅時候咧。咁我另外一隻跟我13年嘅狗狗 Lenny 走咗，咁我想講原來咧有啲道別咧係會提前通知你，好突然嘅。咁我身邊都好多人有養狗或者好中意狗，貓都係咯。咁我想分享一啲嘢就係好多人問。隻狗走咗唔會再養啦，咁我覺得養狗係福氣嚟嘅，就我唔會勉強咯，隨緣咯。咁大家我嘅任務係好好照顧呢個，佢仲大啲嘅，超過13歲。咁我 Lenny 走咗嗰時候，我成日同佢講啊，呢度你要加油，你俾心機，你要陪媽媽多啲，你要陪我啊，你唔好離開我啊，咁但係。後尾我諗通咗，其實唔係，想要佢健康咯，唔好勉強咯嚇。我知道 Lenny 都唔想我傷心嘅，因為過去每一日我都好掛住佢，諗起佢我都會喊。佢係30號走嘅，咁已經2個月，咁今日6月1號啦，我要重新出發，唔係話我要放低 Lenny，而係我會將呢種思念變為一種力量。我相信 Lenny 會支持我嘅，咁我會繼續拍好多好嘅節目俾大家睇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，拜拜。